首季依照闽代传统乐器的舞马来呈现在我们的现场。而这次国立东华大学原住民族学院的舞团传统的舞马主题叫做唤起艺俗，是以阿美族的传统乐舞来进行呈现。那今天的呈现呢是非常值得让大家期待的，我们再次用热情的掌声来欢迎东华大学的演出。